橫洲事件官商鄉黑，呢邊廂689同埋薯片叔叔互相射波，將人餅食晒；嗰邊廂我哋都同好多人一樣咧，都係苦主嚟㗎。咁啊，何來有個利益輸屬喺度咧？咁紅爆橫洲肥肉，純官話我哋都係受害者。新世界捲入爭議，事源就係佢哋喺橫洲其中一幅地皮項目，同政府嘅公屋 project 用埋同一間顧問公司，而新世界嘅項目主要道路同隔離嘅公屋項目呢係無縫銜接㗎。咁會唔會有接觸過梁振英啊？梗係冇啦，梁振英原來發生咩事，我完全唔清楚。我哋喺90年代咧係已經買咗一幅地咧，就係17萬尺，大約17萬尺。咁買咗之後咧，我哋係一路都申請呢個發展呢幅地啦，就到20幾年嚟啦，都唔成功嘅。幾年前我諗政府係改變，係將隔離有一大幅地咧，就係準備改為呢個公屋用途啦，就將呢個規劃就由呢個綠化嘅地咧，就改做可以建屋嘅公屋嘅地。過程之中咧，我哋有7萬尺係俾政府收翻嘅。我哋都同好多人一樣咧，都係苦主嚟㗎。苦主嚟㗎。由出世到而家，你知道苦係咩咩？又喺度扮受害者，啲地明明就買嚟囤，哼，笑咗。雖然呢就俾人收翻7萬尺嘅地皮，但係佢哋喺橫洲仲有地。喺政府計劃喺區內興建公屋之後，佢哋都申請改劃建屋，一旦獲批嘅話，又係數以10億計嘅 project。但係到今日為止呢，我哋就仲未收到批示嘅答覆啊！咁所以到現在呢，我哋都唔知道嗰幅地咧可唔可以發展到嘅，可唔可以發展到？我盡量係希望可以配合政府做呢樣嘢，就增加呢個土地，令到政府咧可以多啲土地咧發展佢呢個房屋嘅政策。